地址係地鐵華強北站 D1 出口，行出嚟 D1 出口咧，往前邊行10米左右，咁樣咧，我哋會睇到呢度有一個賽格通訊市場工業大廈，記住喎，係工業大廈。跟住咧就係左手邊呢條街啦，左邊呢條街咁樣行入嚟，係呢度咁樣行入嚟咧喺電梯嘅後邊少少，呢度189A 號鋪卓越智能呢間就係啦，就189A。大家好，今日咧同大家介紹一下呢隻平板啦，最新嘅係聯想呢一隻咧就係聯想嘅一個平板嚟嘅。咁大家可以知道啦，嗱，好似呢隻平板，我而家攞喺手裏邊呢隻咧就係12寸嚟嘅。咁大家可以睇得到啦，嗱，呢度呢一隻呢一隻聯想平板嘅佢嘅清晰度係非常非常之高清嘅，咁仲有咧佢嘅嗰啲佢滑動嘅一個絲滑度係非常非常好嘅。咁大家都知道啦，聯想嘅話咧佢係一個品牌嚟噶嘛，所以咧就係佢嘅一個嗰啲 CPU， 包括主板，包括嗰個處理器嗰啲全部都係做到非常非常好嘅，都係有認證過嘅，非常好。咁仲有咧就係呢隻嘅實足內存係8+128，即係佢嘅 RAM 嘅運行係8G 嚟嘅。咁佢嘅一個真實內存係128G， 而且佢呢隻可以支持佢我哋去加 memory 卡，即係加個內存卡都可以嘅，都可以支持。再譬如講，我哋再放一張256G 嘅內存卡入去，咁嗰個內存就已經係好大㗎啦，好足夠㗎啦。大家可以睇到啦，呢一隻嘅平板嘅話咧，佢除咗佢嘅清晰度之外，佢咧其實佢係可以當做一個，就是可以當兩個用處。佢咧又可以當一個電腦模式，即係又可以當一個平板模式。咁大家都可以睇得到啦嚇，好似喺呢一度有一個電腦，呢一度有一個電腦模式。咁樣嘅話咧，你可以自由選擇。有陣時咧做下文書啊，做下嗰啲Excel 啊、Word 啊嗰啲嘅話咧，就可以選擇電腦模式。咁有陣時咧，仲睇下劇啊、追劇啊、睇電影啊嗰啲嘅話咧，就可以退翻出嚟咧，就做一個平板模式都冇問題。咁佢仲有咧，佢可以做到一個分割畫面，分割畫面咧就可以，佢最高可以支持到4個畫面。都係可以分屏咯，就1/2或者1/3嘅，即係分成3份、2份或者係4份都可以。咁我哋可以試一下，好似而家比如講我哋隨便入去一個，咁仲嗱而家就係分成咗兩個，咁樣嘅話咧，我哋譬如啦，最大。時間再來啊！哎呀，去你家坐一下嘛，我保證不說一個字。Later，我要吃飯啊！拍。咁呢度嘅話咧，就係可以分成3屏噶啦。咁我哋再可以加一個都可以，嗱而家就回到4個啦，大細聲都可以自己校嘅。咁而家呢度嘅話咧就可以，佢最多可以分成4份，即係可以做就是4份屏幕，可以做成咁樣。咁我哋大家都知道啦，咁有啲朋友話我有陣時炒下股票一邊可以睇下股票啊，一邊可以睇下劇啊，咁樣就唔需要話翻出嚟退出嚟退出去咁樣嘅咧，就方便好多咯，更加之方便啲嘅。咁呢隻嘅話咧，就大家都可以都係做到一個超薄嚟嘅，而且佢呢隻嘅 CPU 處理器真係非常好，非常快。因為我自己都係用到之後，我覺得真係非常 OK 嘅。咁佢呢個嘅話咧有3個 size， 11寸，仲有一個12.1寸，好似呢一隻就12.1寸，仲有一隻咧係12.7寸。就大隻少少，咁呢啲嘅話咧拎去嗰啲旅行啊嗰啲啊都係方便嘅。咁咧我哋會有啲 Apps 送俾你，就係可以睇到嗰啲戲，睇到劇，就是嗰啲最新嘅嗰啲電影，咁咯好似電影啊劇集啊佢嗰啲啊都係會自動 update， 即係自動 update 到第幾集啊，就係譬如而家最新嘅最新嘅嗰啲電影係乜嘢，或者係呢部戲佢而家到第幾集，全部都會自動後台會自動更新嘅。咁仲有睇咪可以中意睇英超啊睇賽車啊嗰啲朋友啊都係有嘅，有啲 app 係可以俾到你。咁英超嘅話咧，佢都係有粵語解說。你中意普通話嘅又得，粵語嘅又好，英文嘅話都有，深種語言嘅話都會俾到你嘅，咁你就可以自己去自由選擇咁樣咯。大家有興趣嘅話都可以過嚟試一下，睇下呢部平板佢真係非常流暢，非常非常快，而且咧佢做到超薄嘛，拎住啊出街啊嗰啲啊都方便，就可以當電腦同埋平板兩用。
性價比真係非常超高嘅一部平板嚟嘅，大家歡迎到鋪頭可以試一下。呢隻咧就係一個筋膜槍嚟嘅迷你版嘅 mini 版，細細個。咁之前咧都有出過呢隻㗎啦，有好多朋友都有見過呢一隻，力度都係非常非常勁嘅。咁呢隻嘅話咧，而家出咗一隻新款，呢隻 mini 版嚟嘅，就係佢嘅揸手嘅手感都係非常好。嗱，呢隻就闊啲，呢隻咧就係就是它像一個鵝蛋型嘅，佢嘅揸手嘅感覺更好。咁呢隻嘅話咧，佢係都係喎，力度好勁。真係你，譬如講啦，你開第一檔都已經好勁㗎啦，好似嗱我哋咁樣用手越用力，因為差嘅話咧，佢啲嗰啲咧就你一用力佢就停，但係呢啲好嘅話咧，佢就是你越用力，你越用力佢就轉得更快，好似呢度呢啲位置嗬，有陣時我哋酸啊，有陣時有啲酸痛啊，咁樣嘅話呢啲一撳用下力嘅話真係非常非常舒服啊，它可以很有效的有效嘅去緩解疲勞。咁呢個話咧有幾個檔位可以自己校嘅，嗱呢度可以睇到啦。佢呢度咧就重撳一下開機啦，嗱呢啲第一檔、第二檔、第三檔，咁未來我哋而家一用力，佢就喺度轉緊，聽到呢個聲嘅係非常勁。Type C 充電 ，mini 手感非常好，有配埋3個頭，我個人比較中意呢個，仲有呢一個，佢都可以配埋3個頭，呢度都可以自己切換嘅。呢度一轉嘅話咧就可以噶啦，大家可以呢度試一下，佢呢度撳入去就得噶啦，吸上去，咁又可以咁樣咯。嗱，呢度有陣時咧就開第一檔，有陣時咧啲頭呢度嗰啲位置或者係頭部都會比較舒服咯，頸部啊呢啲嘅話都係比較舒服啲嘅。咁咧有3個頭可以俾你自己自由去選擇嘅。咁呢隻咧就係之前都有度賣緊嘅，個力度都係好勁嘅，都係有配埋3個頭一樣，睇你自己嘅需求啦。咁呢隻嘅話咧就係手感嘅話，呢隻闊啲，但係如果女士嘅話咧，其實會更加推薦呢隻，因為呢隻嘅手感咧揸起手咧嘅話咧更好咯。好似我哋女仔啊女士嗬咁樣揸喺手裏邊咧，就唔會覺得佢揸耐咗唔會覺得很累。咁呢個嘅話咧就係我哋而家俾嘅大家做緊一個優惠價錢嘅話咧，我哋係做緊160蚊呢隻最新嘅呢隻 mini 筋膜槍，超級好噶，真係嗰個力度超級好，大家都可以到鋪頭試一下。而家聖誕節啦嘛，接近聖誕節啦，交換禮物啊或者係送下人啊咩嘅話係非常好嘅，成個包裝啊嗰啲啊都係非常好，大家可以到鋪頭試一下。而家同大家介紹一下呢隻係最新款嘅華強北叫佢第8代，但係正版係 AirPods 3 Pro 3 Pro 3嗰隻款，呢隻係有耳膠嘅，之前嗰隻款係冇耳膠嘅，而家係出咗呢隻新款係有耳膠。有耳膠嘅款咧，佢嘅共振聲會更加靈，通話咧會更加清楚。呢隻係有2個質素，呢個係嗰個普通版嘅，呢隻係嗰個粵腐頂級嘅，一樣都係有耳膠。呢隻係粵腐頂級嘅，裏邊嘅芯片係1563E。呢個粵腐係佢係支持 download Apps 車裏邊嘅芯片。粵腐咧佢係有一個特別嘅功能咧，就係共振聲會更加靈。仲有打電話要更加清楚，譬如話有啲人咧經常要通話啦，或者要開會啦嗰啲，你一定要買粵腐嘅，聲要更加靚啲，嗰啲收音收得更加清楚。仲有粵腐係可以支持1拖2嘅，呢隻普通版嘅咧佢就唔可以1拖2，佢只係1拖1，就係一個手機連接開，呢個就可以2個手機同時連接開。譬如話你要打電話聲音清楚啲，你可以買呢隻粵腐嘅，因為音質會更加靚咯。但係如果話冇特別高要求嘅話，呢隻其實都 OK。平時聽下聲啊都 OK 嘅呢隻，因為呢隻其實而家升級第8代啦，音質都係好 OK 噶啦。譬如話平時你要聽下聲或者聽下查下抖音啊 YouTube 啊嗰啲啊冇咩要求，你就可以買呢隻都夠噶啦，性價比就高啲。係而家嘅呢隻最新款嘅有2個質素，有需要嘅去過嚟鋪頭試下，中意邊隻聲音睇下。呢隻普通版本嘅咧，嘅大家做到呢個價錢120蚊。呢隻粵腐嘅俾大家做到呢個價錢180蚊。粵腐頂級，可以支持色芯片，可以1拖2。有需要嘅 friend 去過嚟鋪頭試下。而家同大家講下呢隻係眼部按摩，其實之前都有買過，有介紹過呢隻款，因為呢隻款咧佢係
比其他嗰啲眼部按摩啊，譬如話嗰啲可以睇到出邊嗰啲眼部按摩咧更加舒服。點解？因為佢呢個係可以加熱嘅，仲有佢係按到佢太陽穴，好舒服。我哋之前買到而家都買到好多客人要仲玩緊呢隻款，因為咧佢係可以加熱。可以按摩喐到嗰個眼部比較舒服咯，放鬆一下。仲有咧，佢係可以按到個太陽穴嘅。其他嗰啲咩冷敷嘅，同埋嗰啲可以透視嘅，睇到出邊嗰啲眼部按摩，全部都係唔可以按到太陽穴。呢隻係可以按到太陽穴。仲有佢係一個特別嘅功能咧，就係你可以連接你嘅手機藍牙。平時你譬如話你而家想要按摩一下，聽下嗰啲音樂啊，放鬆一下都可以嘅。連接手機藍牙就係連接呢個 model。佢就可以聽下你手機嘅歌，或者你想要睇 YouTube 啊，聽下 YouTube 裏邊啲音樂啊都可以嘅。我而家可以同大家試下，好貼耳，係。譬如我哋而家戴好，佢係貼好貼我哋嗰個眼睛嘅。仲有咧，佢重撳咁樣開機，係。佢而家係裏邊係喐到係，佢係。嗰啲真正嗰啲仿真人手，像我們按摩那樣給我們按的。跟住如果短撳呢度短撳一下就切換模式。係，去短撳去切換模式。其實裏邊都有啲聲音，就係嗰啲水聲啦，同埋嗰啲雀仔聲都有。係幫助我哋嘅助眠咯。係，佢最主要係去按到個太陽穴。好舒服！你平時睇嗰啲電腦啊同埋手機啊睇得多啦，可以平時戴下呢個按差唔多15分鐘啦，放鬆一下都好舒服。咁呢個需唔需要自己去關停，定係話佢自定有時間就會停嘅咧？呢個係咁樣嘅，你係連續咁樣按15分鐘之後咧，佢會自動熄機。譬如話你想要耐啲啦，你想要重新按一次啦，你可以重新開機就得噶啦。因為呢個係有提醒嘅，你差唔多15分鐘佢就要停咗，因為眼部啦比較敏感，你唔可以按太耐時間啦。係。哦，咁即係睡眠前嘅話，按個15分鐘。係啦，平時嗰啲睇下嗰啲電腦啊同埋手機睇得好多，你眼部唔舒服嘅，用下呢隻真係超級好。我哋買到而家都好多客人仲玩緊呢隻款，因為舒服，最主要係性價比高。呢隻咧俾大家做到呢個價錢，180蚊，係2嚿水都唔到，好舒服。有中意嘅 friend 去過嚟鋪頭試下。呢隻咧就係一個對講機嚟嘅，即係小朋友可以玩嘅嗰啲對講機，就好似而家聖誕節嚟啦嘛，送給小朋友啊嗰啲聖誕禮物係非常合適嘅，特別係屋企有2個小朋友啊嗰啲家庭就特別好。好似呢個咧佢係可以視頻嘅，可以視即係可以可視睇到對方嘅視像嘅一個對講，咁樣嘅話呢度一撳就可以㗎啦，撳住講就會聽到咧。而且咧都係可以睇到對方嘅，所以咧就係呢啲，仲有埋咧係有呢個都係非常簡單嘅用啦，有信號就可以用嘅。咁呢個咧就有埋2條掛繩啦，藍色或者仲有一個粉色。咁啲小朋友咧就係有陣時又去玩啦，有陣時喺附近嘅地方嘅話都係方便溝通咯。咁大家如果而家聖誕節快嚟啊嘛，就可以呢啲送俾小朋友做禮物，真係非常好噶。而家我哋呢個嘅話咧係做一個優惠價錢嚟99蚊。係啦，咁就都俾小朋友一個開心嘅小禮物，都係非常之好嘅一個選擇。咁今日咧就都同大家咧就分享咗幾隻產品啦。咁咧大家可以睇到鋪頭其實仲有好多嘢㗎。好似呢啲吸塵機，最辛苦嘅吸塵機，而家我哋又可以加一個硬管，跟住嘅話咧東拖嗰啲吸嗰啲地板都可以。超聲波嗰啲洗眼鏡嘅，或者係洗嗰啲首飾嘅嗰啲都有呵。咁按摩器啦，好似而家呢隻，仲有一隻綠色，呢個都係屬於最新嘅，都好多人買，都係好舒服嘅一個，即係一個按摩器。而且佢最主要佢細精緻，冇咁重，即係喺個肩背上嘅話咧，佢嘅壓力冇咁重。咁樣嘅話咧，就大家可以睇到呢啲全部，咁就嗰啲呢個膝頭哥按摩，呢啲全部都有。咁呢啲咧就係嗰啲音箱啦，咁呢隻嘅話會勁啲啦，1:1嘅，咁大家都好多朋友都有過嚟呢邊係都有買咗。電動牙刷最推薦嘅就係電動牙刷啦，真係佢裏邊配有8個頭，係品牌嚟嘅，佢嘅有埋嗰啲清潔啊，有埋嗰啲按摩啊，有埋嗰啲柔軟啊，
有咪就是柔軟的各種模式啊，非常非常好。45日充一次電，即係佢嘅超長續航。一家人嘅話，一人一隻顏色係真係超好嘅。咁呢啲咧就係暴力風扇啦，嗱好多產品大家都可以呢邊可以睇一下嘅。咁啊嗰啲最新嘅嗰啲即係而家嗰啲平板咯，各種 size 嘅都有。12寸啦，好似12寸、11寸、10.1寸。咁呢隻咧就而家就最新嘅嗰個 Sony 耳機，都係賣得非常好，因為嗰個 Sony 耳機呢一隻佢有兩隻顏色，有黑色同埋一隻米白色。非常非常勁嘅，真係可以做到真正1比1，就係呢一隻啦。當然啦，嗰啲平嘅版本100蚊都唔使，但係呢隻嘅話咧，就聽起嚟嘅話咧，就係我一啲，就算你開幾高音嘅音樂都唔會有任何差音，佢都唔會拆音。真係做到呢隻嘅話咧，聽過嘅朋友基本上都係深深地吸引住啦，真係非常好嘅。咁大家嘅話咧，嗱，我 Marshall 啊、Sony 啊嗰啲啊，全部都有蘋果款啊嗰啲啊、水果款啊嗰啲啊都有嘅。咁大家咧就都可以到鋪頭度試一下嘅。包括而家呢隻我哋而家賣緊嘅呢隻盒仔都係可以睇到好多嘢啦，都基本上都睇埋㗎啦。咁都好多朋友都唔陌生㗎啦，都可以到鋪頭度歡迎試一下嗰啲手機。備用手機呢啲全部都有晒嗬，即係水果嘅17，咁嘅話咧，呢啲就當一部備用機咯，做一部 spare 機都係非常好嘅，都係非常流暢。跟住咧就係佢都係8+256嘅，咁備用機咯幾百蚊都係非常大嘅，非常大玩。血壓計啊呢啲嗬，全部都有啊，非常方便用㗎。呢啲咁樣一整就得㗎啦，呢啲一級送，因為之前都有講過嘛。咁而家咧就呢啲好似細個嘅細禮物啊咁樣嗬，老人家90幾歲嘅又得，嗰啲無論幾大年紀嘅都係非常之方便用，而且 Type-C 充電，唔係話用嗰啲舊式嘅嗰啲電池嚟嘅，所以嘅話咧就都有啲產品嘅話咧就大家都可以過嚟試一下，一定都會俾到最優惠價錢。呢一個嘅話咧大家可以放心嘅，一定會俾到性價比最高最優惠嘅價錢。咁今日咧就介紹到呢度啦，多謝晒大家，多謝晒。